你被對手用一手垃圾牌 River 橋嬲到上反台，記住一旦你開始嬲，你就已經輸咗。你必須明白，令你挑嘅從來都唔係頭先嗰手牌，亦都唔係嗰個運氣好好嘅對手，嗰啲只係導火線。真正嘅原因係你內心嘅一個錯誤預期被打破咗。你想投嘅真正根源係你潛意識認為我打得更加好，我就應該要贏，我嘅 AA 就唔應該輸俾佢嘅27。呢一種應得感係普通玩家最大嘅心理漏洞。當現實無情咁樣打破咗你呢個應得嘅幻想嘅時候，你嘅大腦就會產生咗認知失調，跳就啟動咗。點樣解決？我哋用一個心理 feel。當你感覺情緒就要上嚟嘅時候，即刻喺心裏邊問自己3個問題。第一，頭先嘅決策喺數學上面係咪正 EV？ 第二，如果重嚟100次，我會唔會做同樣嘅決策？第3條問題，對手今次嘅贏可唔可以改變長期嘅數學規律？當你問完呢3個問題，你會發現你嘅情緒已經從結果轉移到過程，挑嘅電源就已經被你親手切斷。記住 Poker 係關於做正確決策嘅遊戲，而唔係關於單次結果嘅遊戲。控制唔到情緒嘅人，永遠都只係台上面嘅 ATM。建議 save 低條片，下次上頭之前拎出嚟睇。